朋友，他得了7次，终于拿到了金曲歌王的讲座。他早就应该要拿到了。各位啊，不管是现场朋友还是收看直播的朋友，我们看到他都会想要跳一跳的心。各位观众，来呀、啊，欢迎许富凯。害着我做人的约定，变成路定，将这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，你陪我看风景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月。听过我最爱的情话，有误会，全世间人看真多。若伸手想要摕，定定不是的，连路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行行过运命。看过孤单，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我腿的天命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。所有爱恨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心头的人团圆。欢迎手上的荧光棒举高一点好吧？我听过运命，你看过孤单，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我腿的天命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恨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心头的人团圆。原来上天的感情是两人酸苦同心，原来上水的酸甜是经过生死才换来的真情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恨着人的残忍，都是为着那心头的人团圆。
戴耳机听不到你们的尖叫声，可以全部再一次吗？来，1、2、3。很开心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，可以在台北唱歌给你们听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是我自己的创作。希望呢，现在开始，你们心里想的，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你们的手机的手电筒打开，每一个灯光代表一个人，一个思念。带这一首自己写的歌《我家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我前面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好美，好美，好美。靠的火花，纯粹我甲你作伴，想起就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在笑脸。异乡的囡仔，望你的身影，等待甲你看，离开了苦寒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，当作一份亏欠，藏于心肝。
台北就是充满光的城市，台北就是梦想的起点。好像没有，要换衣服，没有换，没有，这个还要等那个。台北就是让我实现梦想的地方。前面，他前面。台北给我创造力，让我们在世界舞台发光。Panasonic 为生活而生，让您的每天多点美好，迎接更幸福的2023。Panasonic 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看一下，看完我们就一聊天，好，等一下就好了。那你跟右边打招呼，去右边，这边要回去。这边，正前方，正前方。好多灯牌哦！左边，没有看过这么小声主持的吧？我们是来慢排定位的台北最好的。我们走去那个再更边边一点，那边你看这一坨，那个光，那个朋友，这是徐富开呀！看得清楚吗？终于拿到金曲歌王的17个奖，终于拿到金钟奖的女主持，全球票房冠军，口碑口香糖，广告好像全播完了，广告播完了。阿凡达、水之道，全台戏院大荧幕。许富凯，谢谢整个配置好漂亮哦！哎，我们真的是荧光棒一整晚。对啊，整个漂亮到不行！哎，恭喜你哎，我还没有现场本人跟你说一声谢谢。你们知道你们的偶像有多暖心吗？在金钟奖前2个小时，他快递一条红内裤给我，然后就得奖了。真的？你今天有穿吗？我今天穿红内裤啊。真假的？我不信，你给他们检查那个，给那左边右检查。真的啦，真的。好大！赵你是在冒汗了。我没有想到有跨年可以看内裤，这个小环境，你要看对不对？这边要看。哎，我刚塞进去而已。不行啊！小心！所有好了，我们是台北最嗨青年者。你不要让大家看你内裤啦。我刚刚说里面，所以你真的，一拿到红内裤，就当晚你就拿到金钟主持。对，所以今天徐富凯来这边，等于是把好运加持给现场的所有。祝福2023。就算你们没有在现场看到他，看直播，你们刚刚看到徐富凯也会有好运。感恩大家。哎，那你等一下是不是有很精彩的跨界？我跟你讲，后面那个很厉害哈。等一下呢，你们就冲撞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冲撞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。对，但是那个还是要注意安全。那个，对，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很辛苦。你们可以直立式的冲撞，这样，直立式的，这样。冲撞地板，冲撞地板，沙翻现场哈。对，冲撞空气跟冲撞地板。是。这样，等一下是冲撞。好，许富凯跟雪柔，那我们先去准备一下。谢谢。哎，没有想到哎，哇，什么样的效果呢？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！山都在下来。
开心，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许富凯一起来台北这边跨年，大家嗨不嗨？知道我的歌名在哪里？许富凯的歌名在哪里？许富凯的歌名在这里，在这里。OK， Chico，Let's go。没问题。富凯啊，我今天就担任一个挑战者的身份。好。以往我都在我们家的客厅坐在沙发上，看你以卫冕者的身份唱歌。是。那我接下来挑战你啊！我可以挑战什么歌？来，你的新朋友就别人。好，好不好 ？OK。乡下细细，知道我的歌词为何凄美，不知影是谁。
题。拜拜，谢谢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回家了。来，要访问。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好爽啊！太精彩了，跨界。Hello，把新路海玩坏了呢。你们刚刚都去囤炭了，是不是啊？哇，好嗨哦！你们嗨不嗨？我想问许富凯一个问题，你说刚刚的表现觉得自己怎么样？我觉得超级特别的，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许富凯。很少人会看我这样，根本就没有。所以我这个觉得要是那个血肉锅之鸡的功劳。对，血肉锅之鸡的功劳，他的功劳把我那个内心那个比较黑暗的一面拉出来了。你要不要先喘一下？啊，我要宣传是不是？我喘一下。宣传我觉得不用好像宣传什么。已经整个疯掉了。那个学瑞要不要跟他聊一下跟父母合作的心情？我因为就像我刚刚讲，哎，你讲话好文质彬彬哦。哎，对我去哪里都很不一样。我突然不习惯呢。您说什么呢？哦，我说的就是我以早拢结婚到可以听谁的可以看许富凯的唱歌。嘿，我今日会当直接来跟伊对唱，我感觉与有荣焉。妈，你懂我的话也跟你谢谢。哦，我还是好不习惯你这样讲话。刚刚全场这个台下全在狂摇的，要不到后台也是被你们气氛感动到。你们表现得非常好，喜欢这样子的富凯吗？喜欢这样的血肉，他本来就这样。对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呢再把舞台交给血肉，继续帮我们嗨翻嗨炸，我们叫最嗨新年城就交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那有问题咧。哦，把舞台交给血肉。